思量。为父，大爷，你看那边来了一男一女。下，慢，上去。带我去进门看病。官人，你要早去作为呀。娘子放心。你怎么不长眼？这罗烧到我的身上，分明是你藏了我，是你藏我，嘿，坐当。小动力，万不退下。阿神兄，实在小姐鲁莽无礼，委屈停之不饶，得罪神兄，万望死臣。区小子不必挂意。看神兄风尘仆仆，两日外乡到此阵，请教神兄真姓大名，哪里生事？哦，神兄。神兄来到彼乡，与我会合。
宁地方地区我家大爷是赫有名，哪个不知贼人不晓？人红日起了，仁兄，愿与你因死为盟，共相随。我家大爷最喜欢就叫做苏子人。仁兄，啊。这是仁兄随带女眷，万须照顾清静的客店才是啊！仁兄，东街有座我洋楼，渴望宽敞温馨，才是海宁第一顿清静的客店，倒是十分相当。我洋楼对，在这海宁地方，城里人啊，大大小小客店要能清静安适，是了我洋楼这无第二家了。有甚愿为仁兄带路？哎呀，上人翁此关系本罪恭敬，不是容易。待我欢过如今，就完成公义。好，阿娘子话嘞。官人，客店可得本土了。土了。土了。仁兄，这位便是真少了。真是如今。娘子，这位便是你幸好你的丈人哦。神少，玉生这厢有礼了。万礼。神兄，看天色不早，我们还是快些走吧。好，娘子，丈人红颜老，这海宁城内清静客店，虽太东见我洋楼，令我先去对说时候。娘子不必多虑，放心如此。此次就依官人。神兄神少，这厢去。丈人红去。